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會有兩個生日，陽曆生日同農曆生日？但你有冇發覺上一輩嘅人從來只認農曆生日？因為佢哋骨子入面知道一件事，係俾外人睇嘅，農曆先係俾自己睇嘅。陽曆管你幾多歲，農曆管你係咩命。我成日遇到有人問我，人究竟有冇前世？如果由我，前世係咩人？係將軍，係商人，同埋係讀書人，抑或只係一個吃商個普通嘅農夫，甚至仲有人走嚟問我，你覺得咁辛苦，係唔係上輩子做過咩虧心事？我話俾佢哋知，你問錯方向啦。好多人總係覺得命係老天硬塞俾佢嘅，係投胎冇頭，好錯大錯特錯，已經入面冇偶然呢兩個字。係由開心世嘅人，所有事情都係陰陽互相作用，因緣互相感應嘅結果。生喺邊一個時辰都係你自己帶過嚟嘅。你嘅農曆生日就係你前世嘅結案陳詞，係你呢一世入場嘅門票啫嘛。你出世嘅嗰一刻，天地之間嘅氣場同你前世積落嘅業力剛好巧合，你就入胎。呢個喺易經入面叫做感應道交，同埋係又開心。所以你嘅農曆生日唔係隨便定嘅，佢就係你前世善惡業力嘅一張成之單。大家真唔好將呢件事審得太遠，你就想象一塊磁石喺空中飄，佢會跌去邊度？風決定係佢自己嘅磁力，決定你前世收過啲乜，欠過啲乜，執着過啲乜，嗰份磁力就喺嗰度。當時間行到同你完全匹配嘅節點，你就嚟到呢個世間，係又開心。所以你出世喺邊一個月唔係巧合，係你自己揀嘅。正式開始之前，我想請你做一件事。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帶住點樣嘅氣場嚟到呢個世界，埋又開心，想知道自己幾月出世，天生係咩命，請喺評論區留低你嘅農曆出生月份，亦都麻煩你點亮訂閱同小鈴鐺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，埋又開心。下面我逐個月份同大家講，大家留心聽，對號入座。無論你係邊一年出世，只要月份屬於呢個範圍，大部分都離不開呢個軌跡。先講正月出世嘅人，埋咗啦，埋又開心。正月出世嘅朋友，你哋憑良心講，係唔係覺得自己呢一世運氣都還可以？就算遇到咩溝溝冚冚，好似總有人拉你一把，呢個唔係你呢一世命。好，埋開心係你前世收返嚟嘅。你前世係一個讀書人，但唔係嗰種死讀書嘅，係鍾意幫人嘅熱心腸。邊一條路壞咗，你就去修；邊一冇飯食，你就接濟你。前世俾人方便，埋又唔好開心。呢一世老天就俾你方便，但你要記住一句說話：你而家嘅福氣係前世存落嘅錢，如果只係提取唔去存，仲大手大腳，遲早會坐食山空。埋又開心。正月出世嘅人切記4個字：福或刻薄。你對人刻薄1分，福氣就會漏走1分。2月出世嘅人，你哋有個最大嘅特點，坐唔定，工作換完又換，又開心，個心好似馬騮一樣跳來跳去。點解？因為你前世係一個遊蕩之人，鍾意玩樂享樂，心氣高，睇唔起老老實實做嘢嘅人。嗰份玩心太重，帶到咗呢一世，但又開心。所以你今生多數冇固定嘅職業，同父母兄弟姊妹亦都傾唔埋。但你有一個好處，講義氣，朋友緣唔錯。2月出世嘅人呢，一世要收2個字：扎根。又係開心，踏踏實實做好呢件事，做10年20年，將前世欠下嘅家庭責任補返，個心先可以安定落嚟。3月出世嘅人，頭腦靈光，反應好快，呢個係前世帶過嚟嘅稟賦。你前世出身大戶人家，係一方紳士，有錢有勢，但麻煩喺邊度？前世嗰啲錢來路唔係太乾淨，或者用咗喺唔應該使嘅地方。所以呢一世你雖然聰明，係唔好開心，但守唔住啊！財賺到嘅錢，你個就咁又送去醫院，或者俾咗寄生藥。3月出世嘅人最忌算計其他人前世算得太多，生再去算，報應會嚟得更快。係啊，將你嘅聰明用喺幫人解決問題上面，唔好成日諗點樣將人哋嘅錢擺入自己口袋。4月出世嘅人，前世係一個手握權力嘅人，壞就壞，再有咗權力就開始壓迫，生眼生喺頭頂睇唔起底下做嘢嘅人。
所以你一世命運就調轉咗，你變成嗰個辛苦做工嘅人，明明冇少出力，冇辦法得到，你就開心啲啦，同埋又開心，但得到嘅回報永遠其他都餓唔死，但亦都發唔到大財，而且身體上面容易有手腳方面嘅毛病，令你行動唔方便，要你體會低頭嘅滋味。又開心。4月出世嘅人唔好埋怨你流嘅每一滴汗都係洗走前世嗰份傲氣，如果可以心甘情願捱苦將嗰股傲氣磨平，日後嘅福報會非常大。好嘛，有開聲，呢度講完春季4個月，跟住講夏季5月到8月呢幾個月嘅人，故事更加有意思。5月出世嘅人，人緣特別好，好名聲，會自己亦都孝順。福氣由邊度嚟？你前世做嗰件小事，喺路邊擺茶攤，免費俾路人飲水，大熱天來來往往嘅人口渴，你就第一搵水。見到人哋解咗渴，你心入面就開心，呢個就叫無上布施。你前世解開人哋嘅口渴，呢一世老天就幫你解決種種渴求。你呢一世守住呢份善心就得，咪又開心，唔需要再擺茶攤。但係多俾人一個笑面，一句暖心嘅說話，都係延續嗰一杯茶嘅善緣。6月出世嘅人，前世亦都係大戶人家，而且你唔係為富不仁，係要開心，係真心拿錢出去救濟窮人。你嘅財布施功德好大，所以呢一世你唔缺錢，但有一個麻煩，你前世行善嘅時候出過一次差錯，俾人食壞咗嘢，咪又開心，令到人哋身體出咗問題。所以呢一世你身體容易有一個大隱患，神經系統嘅毛病，或者有中風半身不遂嘅風險。呢個唔係老天懲罰你，係你自己種落嘅因。出世嘅人多啲去照顧患病受苦嘅人，將造成傷害，補償凡且前世出世嘅人，大器晚甚。你前世係一個修行嘅人，誦經誓佛，根基厚深，係咁咪開心。但點解呢一世年輕嘅時候特別辛苦？因為磨難唔係懲罰，係磨練你前世修行嘅福報，擋走咗重大嘅惡業，剩低一啲殘餘嘅業障，趁住年輕捱苦將佢磨走，還有開心。所以7月出世嘅人年輕時就係唔好心急捱過嗰個關口，到咗中年自然會有貴人提攜，事業順利，家庭亦都美滿。開心，千祈唔好喺年輕捱苦嘅時候就放棄，呢個係鍛煉你，令你變得堅強嘅過程。8月出世嘅人頭腦靈活，非常聰明，但你有一個致命嘅缺點，半途而廢。明明睇住就要成功，突然就斷咗。明明已經傾好嘅事，最後又告吹。點解？因為你前世修行，修到一半就放棄發過嘅願又反悔。同埋有一句，又唔好就咪開心，所以嚟種落嘅就係中斷嘅咧，又點會結出人望字啦？堅持話出世人咧，一世就要修2個字，堅持咧，數地到數10年，就算循呢段神念都要堅持到底。就開始將前世斷開嘅因果連接翻。好，夏季講完，跟住係秋冬9月到12月，9月出世嘅人脾氣剛硬，認死你。你前世係一位大將軍，戰場上面令出必行，心硬如鐵，保家衛國係功德，但嗰種習氣太重，將屋企當成戰場，對老婆仔女都係命令式嘅態度，所以前世婚姻唔順，同仔女關係緊張，係少1個字咯。你世就要嘅自由。學低頭，學識認錯，唔好將屋企變成競爭，所以可以如果你可以將更強化為溫柔，日後就會得到家庭和睦嘅大福報。10月出世嘅人有做生意嘅頭腦，可以賺到錢，但你有一個問題，孤獨有錢，但冇朋友，親戚亦都少來往。點解？係有開心。你前世係一位大員外，但將自己關喺高牆之內，對人疏遠冷漠。呢一世其他人自然亦都同你保持距離。10月出世嘅人唔好淨係顧住搵錢，啲請人食飯多分一啲利益俾身邊嘅人，放低高冷嘅架子，富貴先可以長久。11月出世嘅人好多藝術家、工匠、手藝人都係呢個月出世。你前世係出家人，仲係手靈巧嘅修行者，抄經畫壁畫、雕刻佛像，專注力修得好，練就一身本領。呢一世你安分守己，唔中意勾心鬥角，係就開心啲啦，係就開心。
但雙手靈巧，悟性高，學乜都似模似樣，因為你前世唔追求名利，名利嘅果報會嚟得慢，但時機到咗，自然會降臨。你就開心點啦，還有開心。11月出世嘅人將受喜基數練到極致，用嚟造福世人，就係延續前世嘅修行。11月出世嘅人呢個案例最複雜，你前世人牛、麥牛、金髮都得，就咪開咗啦嘛。同埋金啊冇白，盡牛係好有靈性嘅動物，俾賣嘅時候仲會流眼淚。你為咗賺錢出賣咗有靈性嘅生命，但後來你良心發現將賣牛得嚟嘅錢拿去布施，係又開心，同埋開心自己悔嘅心好真情，所以係善惡雙報。善報就係呢一世衣食豐足壽命長，子孫眾多；惡報就係眼睛容易出問題，視力差或者患上眼疾，唔可以互相抵消。嗰份仔仍然要償還12月出世嘅人多啲去放生。既然前世出賣過眾生嘅性命，今生就救眾生嘅性命嚟還債，好好保護雙眼，係又開心，少睇唔好嘅事物。好，12個月全部講完，你有冇發覺全部冇一個人係完美無缺？無論前世係大將軍抑或賣牛嘅人，每個人都係帶住缺陷嚟到世間，係又開心。呢個就係輪迴，但輪迴最可怕嘅唔係你前世係邊個，而係你帶住怨恨離開下一世又翻嚟繼續糾纏。最後我講一個真實嘅故事，還有開心。呢個故事將夫妻之間嗰個債字講得透徹。有一位差唔多60歲嘅阿婆走去揾一位老修行傾訴，佢話自己呢一世冇過過一日好日子，丈夫對佢非打即罵，最令佢崩潰嘅係佢丈夫喺外面係人人稱讚嘅大好人，個個都豎起大拇指，但一返到屋企關上門就變咗另一個人。佢忍咗30幾年，實在諗唔通，係開心。我一世都冇做過壞事，點解老天要派呢個人嚟折磨我？老修行入定一陣，睇到咗前世嘅因緣灑，再上一世佢唔係受盡委屈嘅女人，而係一個有錢嘅富商。開心風流成性，睇咗屋企一個女傭強行佔有咗佢，佢話日後會立佢做妾室，但只係玩樂而已。高興就召喚佢，唔高興就打罵。咪開心嗰個女傭活在屈辱同絕望之中，過完一生，臨死之前發下毒誓，如果有來生，我都要你嘗下俾人欺負嘅滋味。嗰個帶住滿腔仇恨離世嘅女傭，係又開心呢一世投胎做咗佢嘅丈夫，而嗰個風流嘅富商就投胎成為日也大嘅阿婆角色，完全調轉。前世你強佔佢弱小，今生佢強你弱小，前世你欺騙佢，就得咗啦，就開始心點啦。係句話，好似錘子一樣擊中我。只係錘子一樣擊中阿婆，佢唔係打你，佢只係宣洩你前世欠佢嘅憎恨和聽吉善人嘅委屈，一下子消散，又唔好食晒咧，咪開心咧。咁啊，順低喊話，我信咗係我自作自受，我唔再恨佢。各位，你聽得明白嗎？如果你屋企都有一個點睇都唔順眼嘅冤家，千祈唔好即刻發火，咪開心一冷靜落嚟，諗下會唔會我從前都咁樣傷害過佢？夫妻之間唔係報恩就係討債，報恩嘅就恩恩愛愛，討債嘅就代表你欠咗佢。既然欠咗就要還，心甘情願承受，唔升起怨恨，呢筆賬就會喺呢一世了結。如果唔係，下一世又再商討，生生世世沒完沒了。咁到底有冇方法可以改命？係要開心，當然有易經最偉大嘅地方就係在於易者變也。如果命唔可以改，我哋學易經又有咩意義？教大家3招，第一招懺悔，每日夜晚瞓覺之前揾個安靜嘅時間，小靜回想今日自己對唔住人嘅事，同埋嗰啲虧心嘅念頭，由心底講一句我錯咗，我認賬。或者當你生出真誠懺悔嘅一念，你心入面惡業嘅種子就會被燒毀，唔會再發芽。第二招觀照，點解你命會苦？因為你係念頭嘅奴隸。朝早醒來諗起討厭嘅人，心入面鬧一句就已經造業。中午見到人哋過得好，自己過得差，心入面酸溜溜，又再造業。你要明白，每一個起心動念都係業。其實當想發火嘅念頭剛剛冒出，唔好跟住嗰個念走，你要靜靜睇住佢。咦，我而家係咪生氣？呢個生氣嘅係邊個？口訣6個字，念起即覺。
各知職務。壞念頭就好似小偷，最驚俾人睇見，你一察覺佢就消失。第三招，利他布施。好多人話我冇錢咁布施，邊個同你講布施一定要用錢？開心見到家人、速遞員、清潔工人俾一個真誠嘅笑容，呢個叫顏施，多鼓勵私人嘅說話。見到人做得好，講一句你真係好棒，呢個叫言施。喺街上心入面默默發願，希望世間所有人都平安健康，呢個叫心施。呢三樣布施唔使花1分錢，但比任何風水擺件都更加有用。咪開心，好似一個杯懺悔，就係倒酒入面嘅裝水觀照，就係補好杯底嘅漏洞。利他布施就係倒翻乾淨嘅水入去，三件事一齊做到你命入面嘅苦水，你就冇辦法啦，就可能就開心啲啦。煲煲嘅甜水，最後送得呢個甜水。第一，你命唔係隨機而嚟，唔好再問點解偏偏係我自己出世嘅時間係你自己揀嘅，咪咁就開塞咗啦，係又開心。係你塵世希望嘅像，你今日享嘅福係你塵世存落嘅財行形象先可以消彰。第二，令你最痛苦嘅嗰個人，多數就係你前世傷害得最深嘅人，唔好去恨怨恨，就係將繩索打咗死結，心甘情願去償還，呢個結先可以解開。第三，改命只有一條路，存好心、好說話、做好事，除咗一條路，其他都係向外求法。你嘅命由你自己話事。如果覺得今日呢番說話對你有幫助，評論區留低你嘅農曆出生月份，都幫手點個讚，轉發俾正在捱苦嘅朋友。你動動手指，可能就可以幫到一個人。願你可以看清自己嘅來處，亦都可以行好眼前每一步。係文峰開運，我哋下集再見。